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之前不是闯了一个红灯嘛？那为了不被扣点涨保险呢，所以我去上了政府规定的交通学校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要来带大家看看交通学校是什么，都学了什么东西。娃娃 TV。首先呢，交通学校呢有两种上课方式，一种呢是真人直接到教室去上课的那种，而另一种呢就是线上版的。在美国呢，交通学校呢有很多，要找到这些资讯呢，就要上自己州的 DMV 网站上去找就有了。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。进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Traffic School List， 然后按 Traffic School List。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选择你要去教室上课，还是你要在家自学，还是你要网络上课。我不懂在家自学跟在网络上课有什么不一样好，那由于这是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我选择了线上版的。进去之后呢，就有各式各样的交通学校资讯，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，交钱去上就可以了。那我这次选择的呢是这个中文版的交通学校。首先呢，就是先注册交钱，交完钱之后呢，就可以进入正式的课程了。那它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一共呢有11章，每一章呢都有几页的讲义。你要先去读它讲义里面的内容，读完之后呢，每一章最后面都有一个小考试，要100%正确才可以进入下一章。那如果那个小考试没有考到100%正确的话呢，就要再考试，一直考到100%正确才可以哦。那这个11章呢，并不一定要一天把它全部都完成，可以分好几天去完成它，只要在法院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去完成就可以了。那这个11章全部完成之后呢，会有一个中考，就是结合所有讲义里面的东西，再来一个大会考。它这里有写总共有25道题，要通过考试，您测验得分必须为70%或更高，若没通过，您有一次重考机会。另外它这里一开始也有说如果重考一次也没考过的话呢，可以免费从头开始重修整个课程，直到通过中考为止。OK， 那它这个考试呢是开卷考试，考试中呢可以随时回去查看课程讲义。不过呢，我嫌麻烦，回去也找不到，所以完全没有回去找。最后呢，以88分通过了考试。那考完之后呢，整个账户就会被关起来，不能再登录了，除非你再交一次钱。然后呢，他们发了一个结业证书给我，也发了一份去给 DMV 跟当地的法院去处理。到这里呢，我的任务呢算是全部完成了，我这个闯红灯的事件呢也算是完全结案了。在美国啊，千万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，不仅罚单超贵，还要做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事情，真的超级麻烦的。所以各位小娃娃们，如果有到美国来的话呢，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我是 Lisa，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